想去英國讀書，但係一諗起倫敦啲租金同物價，就即刻想放棄。唔好灰心住，其實英國都唔係度度咁貴㗎。今日同你盤點三大性價比極高嘅英國留學城市。第一個城市係Newcastle。Newcastle 學術氣氛濃厚，同時多次被評為英國最受學生歡迎同埋最安全嘅城市之一。當地人非常友善，交通同埋日常開支對學生嚟講都容易負擔。加上城市配套完善，課餘生活豐富，學生可以喺一個相對低成本嘅環境之下獲得高質素嘅留學體驗。第二個係 Sheffield。Sheffield 被譽為全英國綠化程度最高嘅城市之一，生活環境寧靜優美，節奏相對平穩，係一個非常理想可以專心學業嘅環境。最值得留意嘅係 Sheffield 整體生活指數喺英國眾多大學城之中一直都係保持喺較低嘅水平，日常基本開支分分鐘比留喺香港更具競爭力。第三個係 Coventry。Coventry 位於英格蘭中部，地理位置極優越，當地租金遠低於大城市，但係交通網絡非常發達。坐火車去第二大城市Birmingham淨係需要20分鐘，去倫敦亦都只需要1個鐘頭。Coventry 本身高度以學生為中心，留學生既可以享有低廉嘅生活成本，亦都可以輕鬆接軌大城市嘅就業同埋資源網絡。去英國留學唔一定要大出血㗎，揀啱城市就算預算有限，都一樣可以有高質素嘅留學生活。呢3個城市你最想去邊個呢？歡迎留言話俾我知，記得 like 同埋 share 俾準備去英國嘅朋友啦！